第四啦就係一個合作。咁呢個方法咧就係透過追求一個雙贏啦而為宗旨嘅一個策略嚟嘅。咁通過一個開放嘅溝通啦，同埋充分嘅一個討論，尋求咧一個根本性嘅一個解決方法。喺個過程入面咧，其實都會咧容許雙方咧互相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啊、價值觀啊、立場啊，透過呢一啲討論咧，去到尋求一個令到雙方都會覺得獲益嘅一個方法。咁呢個方法咧，其實就有助於咧增強大家雙方嘅一個信任啦，令到咧人際關係咧係更加穩定嘅。咁譬如係咧仔女咧同朋友喺籌備學校活動嘅時候，如果佢哋意見唔啱啦，佢哋雙方咧可以透過理解啦、討論啦，同一時間咧透過尊重彼此嘅一啲諗法啊、觀點，再做一啲相應嘅調整，直至到大家咧都係覺得滿意嘅，咁去到滿足雙方嘅需要同埋諗法。咁喺呢個方法入面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理想嘅，但係咧呢個方法相對嚟講會花耗嘅時間較多啦，而且咧需要雙方嘅高度配合啊，同埋耐性先能夠咧揾到個解決嘅方案。咁最後啦就係妥協，咁呢一個策略咧，其實就係雙方咧都互相退讓，有一啲互相退讓嘅時間啦，互相咧可能都有一啲嘅遷就嘅。咁喺呢一度咧，透過一齊去討論啦，討論咗大家各自嘅一啲諗法之後咧，尋求一個折衷嘅方案。咁當仔女咧同朋友咧，佢哋因為活動嘅時間安排上面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通過協商啦，各自退讓一部分啦，咁去到揾到一個大家都較為唔係最理想，但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時間。咁呢一個咧就係妥協啦。咁呢個方法咧，其實嘅好處係能夠咧好快速咁樣促成一啲解決嘅方案啦，同時咧都係維持關係入面嘅和諧。但係呢啲方法咧，可能都係相對嚟講化解一啲表面嘅一啲不和啦，未必能夠咧解決到內心或者背後一啲比較深層次嘅矛盾。透過了解呢啲唔同嘅策略咧，其實家長咧都可以好好咁樣豐富到仔女處理衝突時候嘅一啲方法嘅。咁透過引導佢哋咧反思自己平日咧係點樣應對衝突啦，或者討論一下我哋各自喺屋企入面咧大家處理衝突嘅方法傾向係乜嘢咧？咁今日咧家長學咗以上5個衝突處理嘅風格之後咧，其實我哋不妨咧都可以同子女咧去分享翻呢一啲嘅方法。咁透過咧我哋去到同佢哋去分析啦，唔同嘅風格背後其實嘅一啲機制啦，同埋適用嘅時機，以至到咧每個方法嘅好處同埋壞處嘅時候咧，咁都會有助我哋咧嘅子女去到更加好咁樣處理衝突嘅。